两种幸福，没用钱就买到，就像你弄的都配过，真心露出后面头，这种幸福，因为有无限的包容，就像没弄的忠贞，爱细水长流。开始了吗？开始了。好 ，Hello，大家好，我是罗文一，我是罗文一，他在听来的电视特辑。那首先要带来第一首歌，叫做《关于我和你》，现场准备，5、4、3、2。爱喊着罗文一，美浓的客家语，从小到大。妈妈讲爱充满又满皮，读书调查你，不然有英语，合唱团欣赏讲爱唱歌很有勇气，就爱的本应鼓励，当作一回事情，本梦嘛小莫听，做明星。16岁那年初次登上电视机。学吉他打工出场，后来发行专辑，很有勇气做明星，在幕后开始发表许多创作曲，后来转换跑道，然后投资失利，走过谷底才发现。So many stories to tell. We toured the world together, laughed until the sun came up. Hold on to your music dream. We want to see you fly. Good for GPS, a truly hardcore gentleman. 我嘅好朋友，用音樂嚟交流，來重按你嘅故事。做明星，16歲那年初次登上電視機，學吉他打工出場，後來發行專輯。做明星，在幕後開始發表許多創作曲，後來轉換跑道，然後投資失利，走過谷底才發現我是 nobody。一條路，就算崎岖，仍帶着微笑往前行。像當年趟上過台灣大無畏的勇氣，客家精神輪望着，落葉歸根後繁衍出一片森林，讓孩子們能親切地說着母語，這首歌曲唱的是關於我和你。You and me。我们认识其实蛮久了，认识8年，对，那刚好就是一个教会的朋友介绍我们认识 Wing， 记得好像是我们有交换彼此的 CD 啊，然后就彼此就结下这个就结上不解之缘，应该是这样讲。地下乐团、独立乐团那一块，我们跟一些像 Tizzy Bac 或是 Green Eyes，就也是认识的，也是朋友，就很喜欢他们的音乐。对，然后可能流行音乐这一块，我们是跟杨丞琳。听雨的声音，
们真的会唱很多台湾的流行歌。还有 JJ 对不对？你们有跟他？对 JJ。那你们说实话，你们最喜欢跟台湾哪个音乐人合作？这个可能也不用想很久，因为应该很自然就是 Win 啦。哎呀，也是，我也是很喜欢跟你们合作。对，没有，应该是说，我觉得我们来台湾，也认识很多做音乐的朋友，然后跟很多人都很好，但可能就是跟 Win 有一种特别的缘分。虽然有人会说我们的中文很好，其实也没有很好，所以有时候我们跟 Win 讲话会有一点鸡同鸭讲，还是会有问题的。不是他的问题，是我们中文的问题。可是啊，我们一起玩音乐的时候，就很像是兄弟一样的那种感觉，就完全没有什么。对啊，音乐里面其实不用语言，有时候一个眼神，好像一个情绪表情就。那时候其实我们乐团呢是有来过台湾，然后听到很多我们觉得很棒的音乐，但是回去比较没有办法分享，然后觉得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一个很棒的朋友带到英国，对，所以就邀请 Win， 因为 Win 的音乐蛮适合英国人的口味，蛮自然的，而且因为 Win 是用他的生活经验来当做灵感，写歌的灵感，所以你听 Win 的歌就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好听的歌，其实你会觉得这个歌是感动到我。然后 Win 是一个很自然的人，所以跟他一起谈一个 idea。我不是要用词解释这个 idea 是什么，他就会感觉到好，那要不要 try？ 然后他会开始加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虽然我们不常住在一起，可是常常因为现在通讯软体很方便，就让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作品是这样可以创造出来的。这样知道是 Win 是客家人吗？知道。对，而且我们第一次听到客家话也是在 Win 的车上，就是刚好他有一天带我们回美浓，对，就是回他的家打电话，讲电话，觉得这是什么语言这样，真的。然后我就跟他们讲，刚刚那是我的母语，这样，Mother Language，对 ，Mother Language， 我英文也是不错哎，真的。所以 Win 是我们的第一个客家朋友。我有教过他们简单的几句啊。几首客语来讲一讲你，好漂亮。什么安江？感谢你什么你，有空来玩。要行來了。吃饱了嗎？吃飽的吼。吃饱的哦。最後愛好兩天愛愛你。哇，不錯，至少3句，值得掌聲鼓勵鼓勵，很厲害耶！這首歌其實就是我們我寫的啦，那我們一起編曲的。那我覺得在編曲的過程也很好玩，因為煙樓他們也不曉得是什麼意思，那我有時候會用簡單的名字，比如說 smoking house， 反正有煙有房子有樓嘛，這樣。那我都會把這個故事跟他們講，這個創作背景，然後呢，就希望在編曲的時候，它能夠融入在我的想象的畫面裡面跟情感裡面，所以我們才會做出一個比較一樣方向的一個作品。這樣，走吧。那我們覺得非常酷，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發片之後一起現場做的表演。真的。不是伊也好梦，天茫讲像风霜，不管有伊多烦恼，不是对你讲，眼流也给过梦，流汗也流水哦，心肚里是盼望见的谁人呢？有重阳条梦，从绵绵的拍松头顶，一家人的商量行过，一撮一撮万万山条，心事情悲苦。落叶流，吹长风，强强吹过春，它又秋冬。长春梦，满云梦，美了家庭，一生有一朵。眼流下，两点钟，坐在谈故事慢慢讲。俩下我爱照顾。
一道路，有时故意不去，三不四无通路。希望身体爱健健康康，好电脑向前方。跳舞，上面要给拍松，读电，一家人给冲凉，行过一撮一撮慢慢散跳，心事情已空。落叶了，吹强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青春梦漫荧幕，为了家庭牺牲又激动。落叶了，点点错，错点糖，故事慢慢讲。俩下问爱照顾一道路。落叶了，吹强风，强强吹过春夏又秋冬。青春梦漫荧幕，为了家庭牺牲又激动。眼流下，点点错，错点糖，故事慢慢讲。俩下无爱照顾一道路。还蛮不错的，感觉像粤语歌，哦，感觉像粤语就歌。很有流行音乐的风格。对，谢谢谢谢。有听过客家歌吗？没有，第一次听到客家歌，那为什么会停下来听呢？因为在等电影。哦，对对对，就是市面上有客家的专辑的话，你会想要支持吗？不懂台歌想听的原因是什么？就有些歌是会中毒的那一种，就是旋律会朗朗上口那一种。那所以如果市面上有两种语言的专辑啊，客家跟韩文的话，你会比较优先支持哪一种语言的专辑？我应该会先听韩文的。因为我其实是一个国语音乐创作人，其实还蛮多年的。那我自己也发过个人的专辑，然后包括帮早期的可能言承旭啊、流星花园、任贤齐啊，然后刘德华、许志安、苏永康，其实在当时很多的专辑的主打歌曲我都有参与到。那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代会讲客家话的人越来越少，更何况是在下一代这样。对，那客家的文化有没有除了传统，还有什么样的可能性呢？那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那当然，也是因为我的妈妈给我一个很大的鼓励。她其实本身，她每次看到我发表作品在电视或者是在电台听到我的歌，她说是很好听，可是有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听你用客家话唱？我就想说，好，不如我就来创作一张我的母语专辑啊，所以才会有这一张惊喜时刻这样。主打歌叫《请说客语》。那为什么会有这首歌呢？创意是从哪里来？其实是跟我妈妈那个年代，因为她跟我说，他们在学校如果因为推行国语嘛，那如果你在学校不小心讲方言、讲客家话你要被同学抓到或被老师抓到，你就要挂一个牌子，写说请说国语。那因为你被抓到的人，你会觉得哇很不好意思，你想把牌子交出去，那你必须要做一件事情，就要去抓另外一个讲客家话的人。所以呢，你要偷听人家讲
客家话，然后他讲到听到抓到啊，那我就要，但很多人都不见得会那么，因为会赖皮嘛，都在教室里面跑来跑去。他说这个感觉就好像007在追坏人的感觉。爱通讲跳摆嘅世界，讲合法话本同学了，生活为我嘅拍下，请说国语。也曲是那唱难是，扭动爱扭下雨，到处对走来走去，真神奇。多了哈，我那里高你合法，打招呼啊哈，基本的门好意，是因说可以，爱搞你讲你好漂亮，谁会爱讲感谢你是梦呓，用后空来玩，又喊了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梦，最后爱好拉紧爱爱你。爱唱讲跳摆嘅世界，讲合法每本同学了，生活为我嘅拍的下，请说国语。那曲是那唱难是，扭动爱扭下雨，到处都走来走去，真神奇。多了哈，我爱你教你合法，打招呼啊哈，基本的门好意，是因说可以，爱教你讲你好漂亮，谁不安讲感谢你是梦呓，有空来玩，又喊来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梦，最后爱好拉紧爱爱你。大家来好客家话，是因说可以，来教你讲你好漂亮，谁不安讲感谢你是梦呓，有空来玩，又喊来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梦，最后大家共下来好，最后大家共下来好，最后大家来好客家话。以前的创作方式，因为不像现在手机都可以语音，然后可以直接什么语音备忘录啊等等的，随时可以录。那因为以前呢，我就会用电话，刚刚有大哥大的时候，你知道打给自己的门号，它其实会跳入语音。那跳到语音的时候呢，我就可以留语音信箱给我自己。我现在是在哪里？我现在写一首歌，我会哼一个旋律，把它录在自己的语音里面。那因为我不会五线谱。然后我的简谱呢也不是那么的强，这样，所以我没有绝对的音感，可是我有相对的音感。然后后来当我人生当中走到一个很深的谷底的时候，我有机会去到教会，所以我才发现，其实我已经有4年没有创作音乐，也没有摸关于乐器啊等等的事情。可是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就开始加入。教会会有敬拜团，会有弹吉他的伴奏，这个叫司琴这样。那所以呢，我发现我吉他进步最快的时候，最多的时候就是在教会，可能会去很多的学校或者教会，甚至去到监狱去服侍一些弱势的一些族群或者一些需要被帮助的人这样。我发现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虽然是给予，可是呢，我发现我获得的是更多，因为在给出去之后，我会看到一些事情，我回来又有更多创作的一些体会，这样。那包括我接下来要唱一首歌，就是我刚讲到教会，我进教会的时候才2个礼拜，有一个早上清晨大概4、5点，很奇妙，我也是就很晚睡，可是呢，我睡到清晨4、5点，我就梦到有一个人
在我的床旁边，要叫我起床写歌，我就觉得我就惊吓，我想这旁边怎么会有人这样，原来是一场梦。然后后来呢，当我想再回去睡，就睡不着，因为脑海里面就飘起一些旋律，你给哒哒哒哒哒哒，我觉得这旋律很好听，就想要把它抓住这样，然后就开始拿起吉他就哼哼唱唱，就花2个小时的时间就把歌词跟旋律写完。可是写完的时候，我自己边弹也就边很感动，那边哭。我觉得那是我在对上帝的一个祷告，这样。当世界如此的灰暗，你为我打开了一扇窗，我抬头仰望，仰望你的荣光，凡事多艰难都不能把我击垮，你擦干我的泪，抚平我的伤，相信爱让人充满力量。我要大声对你歌唱，你给的爱，大能的爱，把失望化作期待，把黑暗点亮起来。我所有生命只愿让你主宰，谁也无法将你取代。你给的爱，现在到未来。你至美的爱，你给的爱，大能的爱，把失望化作期待，把黑暗点亮起来。我所有生命只愿让你主宰，谁也无法将你取代。未来每一分每一秒，我都愿与你同在。此刻我全心赞美敬拜，神灵充满我，带领我体会你至美的爱。Praise the Lord. 嗨，哇，不好意思，迟到了。哎，哇，没，哇哦，哇，太好了，哇，太好了，哇，好久不见。祝你拯救我，你洗净我的最后 Happy Day。我认识文玉大概干嘛这样子？其实文玉是一个非常 nice 的人，然后我觉得从认识他到现在啊，只要我跟他在一起，其实都是一个很欢乐的气氛，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带来欢乐的人。只要一有罗文玉在，我们就不太需要说话。那个我跟 Win 去探访新朋友，然后那个从头到尾 Win 从头讲到尾，然后我唯一讲话的时间就是他去上厕所的时间。有这样子吗？所以其实我蛮放松的，我觉得就是常常听你讲话，我也觉得可以休息。好，你们可以继续。嫌你讲话太多了，在你讲话当中。对，好，是。到教会来就文艺就是我的组长，
然后时间有时候很晚，不然就是整天找不到人。那其实从不会祷告到教我怎么祷告，在当下都会给我一些鼓励，这样子。好像讲太好了。你这样说，我整天找不到人是不好的事情哎。对啊，晚上深夜的时候。对，晚上深夜11点以后才找到。我觉得是因为你是个好的领袖，所以你常常就是关心。就比如说，就是我记得去年有一首歌就是放心去旅行，高雄气爆，也会让我想到，其实很感动。你的歌词很直接，很坦白，然后就是会让人有共鸣。忽然在工作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在办公室开始哭了。还好中午时间所有的同事都出去吃饭，我就跟他说：“天哪，停不下来！”我想到我的母亲，我想到我的母亲啊，因为他这首歌我觉得是写给很多对亲人逝去。那因为我自己的爸爸也是在几年前很突然心肌梗塞过世，对我很清楚记得在面对亲人突然离开的那一种心境，真的是需要，因为你讲太多，你也不知道怎么安慰。那我觉得有一首歌会带来刚刚好的这种安慰。那不如我们今天因为大文也来了，然后我要跟他一起来合唱这首歌，对，好吧，放心去旅行，对。喜欢做音乐就是要讲故事，然后我特别喜欢 Win 的音乐，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很喜欢讲故事，很容易让别人有共鸣。然后再来 Win 也会自己写自己的词，对我来讲，不但是个好音乐的朋友，也是一种音乐的榜样。那我当然是非常喜欢大文的音乐，因为喜欢到怎么样呢？他有一首歌叫做《美丽》，
有一次他还没有发片的时候，他说：“哎，他唱一首歌给我听。”结果就在他家听他弹钢琴唱《美丽的》一开始的创作，天哪，哇，我都起鸡皮疙瘩。我觉得那个歌真的太美了，太浪漫了。这样，我觉得在这个音乐特辑里面，我要唱一首你的歌，就回到家里面弹钢琴那样一个氛围。你是不是要用客语，对不对？对，我帮你改编了客语版的《美丽》。好 OK， 来。美丽，美丽，找不出其他的方式形容你。别的话不准确，100万个字句都不够。虽然谈起来无乜解嘅sense，相信爱有信心，上本已了解爱嘅心意，让我们相爱哟，看太阳沉没升起，呼吸你呼吸。憧憬你憧憬，我只能爱你，就算一无所有。本安的相爱，永远唔是功夫里，感觉都完整，的爱生命度有天讲给你。让我们相爱哟，看太阳沉没升起，呼吸你呼吸，憧憬你憧憬，我只能爱你，就算一无所有。本安的相爱，永远唔是功夫里，感觉都完整，的爱生命度有安讲给你。全世界因为你一个回应，拥有了意义。哇，好浪漫的歌。每次要回到美浓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期待跟向往，因为这是我成长的地方。这些我现在走的一些田间小路，都是我以前上学会经过。那其实有一幕也蛮重要的。我为什么会想要唱歌，是因为有一次我在我们国中的司令台，然后就是因为我好像要毕业嘛，然后就被拱上去唱歌，这样在全校面前唱歌，然后结果没想到哇，全场热烈报以欢呼这样。整个那就是我梦开始的地方，就一个司令台这样。我们3个小孩读到国中毕业，我们都从来没有去过学校一趟，都很忙啦，顾着种田，啊，没有时间去管他们。佢慢皮，佢好搞，佢好唱歌的，我就有一个印象哈。哎，怎么这个小孩子怎么那么会唱歌？那个他每一次看那个歌唱的节目啊，
每一次我在厨房煮菜的时候，天，为什么那么音准，那个音准那么准啊？我们也没有花过钱去请老师教他音乐的。哎呀，我就想说，他可能会走向这个歌唱的这条路哦，这样子。罗姊妹，对呀，哇，羅姊妹，普通嘅名嘅，家嘅歡迎間，傾談自家嘅好媽媽。羅姊妹，實在真會煮菜，做下邊送邊下，兩下班滿足嘅家鄉菜。一個兄弟姊妹開，你相親相愛，無分你真愛。唐英漢寫嘅故事，他家那到最歪歪，兩種幸福，沒用錢就買得到，就像美濃嘅老皮糕，真心露出好味道，兩種幸福。就像美濃嘅總政府，水流唔走。羅姊妹，平凡的名字，客家的富人家，勤俭持家的好媽媽。羅姊妹，天生的好手藝。廚房是他的天下，讓我偶爾回家當媽寶。七個兄弟姐妹彼此相親相愛，不分你和我。聽着他們的故事，回味人生就像是這種幸福，不是用錢就買得到。就像白玉的蘿蔔條，簡單美味卻忘不掉。這種幸福，因為有無限的包容。就像美濃的忠貞湖，愛細水長流。那種幸福，沒用錢就買得到，就像美濃嘅老皮糕，真心露出好味道。這種幸福，因為有無限的包容。就像美濃的忠貞湖，愛細水長流。非常好，有对到，打死了258只的蚊子。哦，爸爸过世那一年哈，我是不知道他有写信给他妹妹，他妹妹在读2专。啊，我有一天我在整理抽屉的时候，看到他写的信给妹妹，说，妹妹啊，我们现在爸爸不在了。啊，我们的爱，我们要把我们的爱全部要给妈妈。哦，我看到那个信，我就情不自禁的就马上流眼泪这样啦，就这样一直流眼泪。对，因为这爸爸过世之后，妈妈也很辛苦啦，这么多年来。有时候把他写好了，就会说，我写好一首歌了呢，我用 demo 给你听。那这是我第一首的客语的创作，那写过那么多国语歌，那这首呢，也是因为妈妈鼓励我，什么时候可以听到我用客家话写歌这样，然后后来终于写这首歌。当我从美浓到台北，又一路的奋斗打拼，然后回到自己的家乡，好像看到这一些小时候成长的环境，那我就很多很多的回忆。我觉得虽然经历许多的风风雨雨，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里面都有一个角色，不一定要跟别人家比。
眼泪行过人生不免扑天涯，无法重来认真当下。爱一遍一遍演好一架，放倒再把起来，从未复原。也讲有时间，也讲有时间，总会晓得感谢。你爱一遍一遍演好一架，不是心善骗人，比你把狗惊，俩从彼悲伤，还从彼快乐，变无停的故事，演好一架。凉风啊，吹呀吹，寒到迷浓，也讲山下，也讲这一样，讲故事本汤，寒记得太无强，寒色天爱看天涯，眼泪行过人生不免。